台北美术工厂也就是建国美术厂有100年的历史啊。台北科技大学希望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甲美术工厂一寡土地拨予学校来使用。在去国土署审查会议进前，反对变更的民众和支持变更的校方，拢去到国土署门口陈情。反对台北美术工厂分挂的在地里长、民间团体和分酒公司前工会干部，看到口号，继续来表达反对北科大进入，认为古迹袂当撤挂。团体嘛不满案件已经予监察院纠正，内政部阁继续来审查。你要缺校地，你应该是去跟教育部去做要求、去做处理，而不是随便指定一块地。我就是要建国啤酒厂，可恶又可恨啊！毛建筑师到场声援，指出过去30年拢是以美术文化园区做规划，认为美术场有一个完全袂当取代。长期关心的团体是批评北科大行为敢若是恐怖情人，就很像是一个恐怖情人。他一直在学校这一方面，他一直在宣扬自己多强壮、多帅、多厉害，然后强迫你去嫁给他。这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不是两方合意的事情。支持变更都市计划，北科大校友和学生是徛伫另外一边声援。北科大强调绝对有能力维护甲活化古迹袂破坏，嘛强调以后开放校园会提供当地来使用，创造多赢。嘛指出这几年学生人数一直在成长，对校地需求真正是真迫切。政府也希望像北科大这样的一个优质国立大学能够扩大招生。那我们也因为那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也新设了像这个 AI 资安太空这些新设的研究所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校地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这个变更的地点是伫台北美术工厂东南边，面积是大约1.77公顷。案件会在伫内政部都委会继续来审查，反对方指控内政部急咧排审，互人不免怀疑是要护航。案件到中昼高阁进前，个咧审查当中。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